希望大家可以賞面點讚，未訂閱嘅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係完全免費㗎，多謝。如果你有睇過素食朱古力曲奇，呢條片係佢嘅新研版，即係話，其實你可以用基本材料去製作自己喜歡嘅味道，例如抹茶朱古力、朱古力麻薯，只要唔係奇奇怪怪唔夾嘅味道，例如叉燒、煎蛋呀咁。芝士我覺得應該都幾好味。開細火，將黑芝麻炒香，聽到佢喺隻鑊度啪啪聲，就可以撈起。放入攪拌機打碎。日本年糕一開8，魚影片。牛油果油同埋啲燕麥奶放入個兜度，初係水溝油，好似嗌咗交咁，不過搞下就會合體㗎啦。其實今次加咩糖都冇咩所謂，因為反正一陣加完黑芝麻都係黑蚊蚊，加完糖同埋鹽攪勻就可以。唔需要攪溶佢。將麵粉篩落去嗰兜嘢度，然後再加埋拋打粉，將佢攪勻。好，呢個就係基本材料，跟住嘅材料就係你想創造嘅味道。翻呢度先，要將打好嘅黑芝麻放入兜攪勻。將日本年糕用曲奇麵團包住，跟住整下形。
道絕對係個人選擇。我切碎咗啲凍乾士多啤梨，放喺曲奇上面整色整水。你可以選擇唔放。焗爐預熱攝氏180度10分鐘，然後放曲奇入焗爐焗12至14分鐘。焗完之後，先俾曲奇冷卻15分鐘。完成。